20多年前哦，云林虎尾安溪里有学生囡仔伫歇热的时阵去耍水，不幸渡水过身。迄当时里长蔡调中就向朋友来募款，向政府来申请经费，办歇热的营队来照顾这小朋友。一办哦，到20多年咯，今年嘛收60个学生，伫地方是真受到肯定。一字一句带囡仔来唱歌，已经78岁云林虎尾安溪里的里长蔡调中，认真咧向囡仔解说这条咧写安溪里的歌。为着要让囡仔歇热的时有一个所在袂无聊，会当多元学习，蔡调中已经连续21档举办夏令营。那阵啊，囡仔呢较无水、较无小心，就去用带对往家去，去食毒。所以伫这时我做里长了，我就开始来集整个人有志人士呢到帮忙。蔡调中表示，因为有3个囡仔因为歇热的时阵去耍水发生意外过身，所以决定要透过募款申请经费来办夏令营。到目前已经连续办21档啊，当地嘛有家长和囡仔做伙来参加，都有很多的多元的活动了，比如说有做陶艺啦、陶土啦，还有美食啦，看法院，然后还有去那个手做风筝，还有美味的点心。蔡调中嘛讲，今年7礼拜课程拢总有60位囡仔去报名，除了要学在地走访景点，佫会带因去参观法院、听导览等等的活动。看到囡仔欢喜来学习，伊就有体力会当继续来办夏令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